你们应该先来收拾一下，等一下上课要用车的词汇，大家要记得简单的吗？缴费、纳钱、纳钱、水费、费钱、费钱、现金、现金、现金。信用卡、信用卡、信用卡、收据、手机、手机、自动扣款、自动扣钱、自动扣钱。很好，请问上头偏不改？我的费钱单过去呀，无法度搭行李上电纳。请问无论来伫内纳无？好，有需费钱通知单吗？有，等得了。现地区的费钱是旧信用扣，现系投入现金也是信用卡纳。我用现金。也是现个手机含走的钱。罗兰，学习费期待学打时间内纳无？另外，嘛建议现每种片出图扣钱，搁卡利片。好啊，好啊，因今次加少一抓。